當我哋要辨識 ABB 顏色詞之前，需要了解每個詞語嘅意思。Are you ready? Let's go. 邊一幅圖片唔係金閃閃？金閃閃。金光閃爍。邊一幅圖片唔係金燦燦？金燦燦。金光耀眼。邊啲圖片係綠油油？綠油油。濃綠而潤澤的樣子。邊啲圖片係黑漆漆？黑漆漆。很黑，非常黑暗。邊啲圖片係紅豔豔？紅豔豔。紅得鮮豔奪目。邊啲圖片係紅彤彤？紅彤彤。形容顏色鮮紅的樣子。邊啲圖片係紅彤彤？紅彤彤。紅得發亮，帶有溫暖光感。邊啲圖片係黃澄澄？黃澄澄。黃色很鮮明，很乾淨，帶光澤。邊啲圖片係灰蒙蒙？灰蒙蒙。灰暗模糊，看不清楚的樣子。邊啲圖片係白茫茫？白茫茫。一大片白色，模糊，看不清楚。